後來過來是有關到中央政府的總預算案有風聲，講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在昨的內部會議來確定，將要在4月初10的黨團大會，把總預算案交付委員會來審查。敢有影呢？立委羅斯寶講，確實有聽到委員提議。另外，針對着軍購這個部分，講國民黨的黨主席鄭麗文已經同意增加預算，而且放寬着法計司的範圍。美國跨黨派參議員進前訪問台灣，出現在立法院甲朝野立委討論軍購。聽講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嘛，在第10會確定後，同意黨團提關軍購預算到4000億另外加，同時將法計司的範圍放寬，加強建軍效率。未來會將追加通過第2波140億美金的軍購。美國參議員也公開表達，美中關係能夠對話交流合作，才是台灣安全的最佳保障。鄭麗文將在初7去訪問中國，估計初10會參加第10會。同一天，卡超過200天的年度總預算有可能的復委審查，因為風聲講國民黨立委黨團昨中晝開內部會議，今日立委講着應該將總預算復委，避免影響到年底選舉，並且建議軍購條例所限制金額會當佫增加。針對這點，總召布坤基回應講，一寡頭人攏來甲我講過啊，最後決定講，佇初10黨團大會中將總預算復委。軍購數字由黨團大會決定。因為昨天是愚人節，我第一時間很希望這不是愚人節的笑話，不要到重蹈覆轍前年省最亂、刪最多、動最嚴的這種一個總預算之亂。那事先我是有聽到有一些委員們講大概主要的就是大家覺得說這個總預算呢，是不是應該來復委當初好像是卡住的重要的原因呢，是說你不依法編列。國民黨立委羅斯寶講，又聽到相關的討論，不過黨團嘛認為講，包含禁法補償等已經三讀通過的法案，應該編入預算，才會當進行審查。卡這久的總預算甲軍購案總算出現生機啊！所來就看黨團之間安怎協商。Hello， 我是蔣新梅。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